淫審處執行架構。今集我哋會講下剩低嗰兩項檢討內容，分別係規管新媒體同提高法例下最高刑罰。規管新媒體呢點真係好恐怖啊！政府竟然鼓勵家長同校方為青少年安裝過濾軟件，亦即係第一集開頭未夠稱宅男擔心嘅事啦。不如就等未夠稱宅男講下普羅大眾擔心啲咩啊？一慘啦！到時淫審諮詢通過咗之後，咁咪大鑊咯。到時娜姐刷牙咪唔可以滴牙膏咯，食雪糕又唔可以滴啲雪糕落心口喎。如果劉公子一個唔小心將謙謙啲相 release 晒出嚟啊，咁我咪冇得睇咯。吓？唔係啊嘛？反對啊！反對啊！反對啊！堅決反對啊！另外，檢討內容都提出要提高法例以下最高刑罰。修訂建議將喺不符合法例要求嘅情況下，發布第二類不雅物品嘅首次定罪嘅最高刑罰，由罰款40萬元及監禁12個月，增加到罰款80萬元，罰則不變。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嘅最高刑罰，由罰款80萬元及監禁12個月，增加到罰款160萬元及監禁2年。至於喺任何情況下發布第三類淫褻物品，就由現有嘅最高刑罰罰款100萬元及監禁3年，增加到罰款200萬元，罰則不變。高空雜物對他人造成危險或者損傷，都係判6個月咋。因為一幅相幾行字就要坐幾年監，實在太荒謬啦！就算有人發布咗啲不雅或者淫褻物品，都只係道德上冒犯咗他人，令到部分抱有唔同道德標準嘅人唔開心。相比起高空雜物帶嚟嘅實質傷害，真係唔算得係啲咩啊！所以基於刑責必須與傷害相稱嘅原則 （proportional to harm cost）， 發布色情物品唔應該定為由政府提訴嘅刑事罪行。現時干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可以被判罰款同監禁，刑罰明顯太重啦。所以女同學社強烈建議減輕罰則。而呢點正正帶出現行淫審制度正喺度嚴重威脅言論自由同漠視色情資訊嘅重要性。正如頭先所講，就算有人發布咗啲不雅或者淫褻嘅物品，都只係冒犯咗一啲道德標準唔同嘅人。其實只係個人情感好惡嘅道德議題，而家政府竟然去介入啲咁私人嘅議題上，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啊！而且條例入面列明，淫審處喺評定物品係唔係淫褻或者不雅嘅時候，其中一個需要考慮嘅因素係一般合理嘅社會人士普遍接受嘅道德禮教標準。咁無疑就係剝奪所有人根據自己嘅自由意志同價值取向嚟做選擇嘅權利啦。舉個例子嚟講啦，雖然未必所有人都中意睇鹹片、用性玩具，甚至玩 SM， 但係我哋唔能夠否定有部分嘅伴侶用緊呢啲方法嚟增加興趣，令到佢哋有愉快嘅性生活。但係呢啲一般合理人士嘅道德禮教，往往成為大眾道德好惡嘅藉口，將自己唔中意嘅性口味或者偏好歸為禁止出版嘅淫褻類別。咁樣無疑係打壓小眾嘅口味同埋偏好，再嚴重啲，仲會令到性小眾冇辦法得到正常嘅性生活。所以女同學社最後亦係最重要嘅一項建議，就係廢除淫褻評級。我哋建議將物品封膠袋，加上警告字句，但係就反對禁止出版。一連3集同大家講解咗淫審條例4項檢討內容，同埋女同學社嘅立場。希望大家睇完之後會對淫審條例認識多咗，唔好俾政府同埋衛道之士誤導。更重要嘅係，希望大家學識尊重情慾上多元差異。如果大家對淫審條例或者女同學社嘅立場有任何疑問，歡迎喺影片下留言提問。最後記得繼續留意性別加油站啊！